先开始来关心桃园机场捷运泰山站8点外2楼机房传出爆炸声，消防设备有启动自动拍火，嘛随跳电。这是造成 A1 台北车头到 A7 体育大学站停驶点外钟，一直到9点49分才全线恢复正常，大约有1000人受影响。 列车停伫轨道，机场捷运昨日暗时8点外发生系统异常，第三轨道电力跳起，和 A1 台北车站到 A7 体育大学站之间暂停营运，乘客被指示落车，甚至有人爱行伫轨道到捷运站。造成您的不便，敬请见谅。台捷运显示，泰山站传出机房爆炸导火，消防设备启动自动灭火。 造成机捷列车为8点半左右停驶超过1点钟，一直到暗时9点49分全面恢复供电，才全线正常运行。会不会有点担心？就是说比较晚回到台北？哦，还好。 记者表示，这摆异常事件受影响差不多1000人，退票564人，120个乘客经轨道200公尺疏散到 A6 站。受影响乘客7天内用提票卡到新闻处办理退票，提拍随时补偿1次票的方式来办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